隨住琴澳一體化深入發展，越嚟越多澳門投資者將目光投向橫琴。為打通澳企落戶橫琴發展嘅最後1公里，橫琴商事服務局聯合橫琴國企及澳門社團正式推出澳企政務秘書服務平台。該平台透過政府引導、社團合力、企業參與嘅創新模式，為澳門企業提供一站式、管家式嘅政務服務，標誌住合作區政務服務從便捷化正式邁向精準化。喺以往嚟講嘅話咧，澳門嘅企業咧過嚟橫琴辦理一啲政府嘅事務咧，由於佢唔係好熟悉嗰啲內地嘅法律同埋嗰啲辦事嘅流程，辦事過程之中咧就覺得唔方便同埋唔夠順暢嘅。咁啊，為咗解決呢個問題嘅話咧，就攜手建立咗呢一個澳企政務秘書嘅服務平台嘅。澳門企業只需要面向秘書平台，佢可以獲得呢個全程嘅一個服務嘅。有澳門青年就喺澳企秘書嘅協助下，迅速解決咗公司註冊、落戶選址及補貼申報等痛點。我哋一開頭落戶係非常之方便啊，即係填幾個 Excel 檔啊，有澳企秘書去幫手啊。例如一開頭我哋嘅註冊服務啦、商標服務啦，同埋開頭我哋要嘅公章咁樣都有嘅。咁亦都有問咗好多關於政策上面嘅問題啦，因為橫琴政策對於我哋澳門居民嚟講係有一定理解上面嘅差別啦。咁樣我哋所以需要澳門秘書去幫我哋做一個解釋啊咁樣。澳企秘書服務更延伸至澳門，平台喺澳門設立咗4個聯絡站，實現咗就近諮詢、澳門受理，真正做到澳門提需求，橫琴辦事情，全程不用跑。我哋做跨境服務，我哋設置嘅地點喺澳門，目的就係去親近我哋嘅主體，即係佢哋想嚟橫琴，佢可唔可以喺佢最接近嘅地方咧去接受服務呢？呢個就係我哋嘅特點啦。我哋有專人，因為喺我哋會入邊呢，我哋有幾位秘書呢係專門做呢樣嘢。咁專人去做呢，咁梗係個服務呢係會係貼切啲啦。咁另外一個呢係比較簡化個流程啊。流程一簡化咗之後，我哋係可以緊貼翻橫琴提供嘅服務最 update 嘅地方。咁所以呢個成效呢亦都更加係會快啲嘅。我哋亦會為一啲企業啦，進行一啲初步嘅諮詢啦。咁可能佢哋對橫琴有興趣投資嘅，咁我哋會俾一啲初步嘅建議佢啦。我哋會實時啦，咁收到澳門嘅企業嘅信息之後咧，亦都會聯繫翻橫琴嘅政務秘書服務平台。我哋亦都會同步將呢啲資料話翻俾企業聽。當呢個4項辦理完之後，我哋亦都會將呢啲留意翻企業嘅滿意度。簡單嚟講，就係一個收集、轉介，然後再辦理，再係一個反饋嘅一個閉環式嘅一個服務嘅形式。咁啊，亦都係希望可以將呢個琴澳政務呢個銜接機制咧做得更貼身、更加順暢嘅。自2025年10月啟用至今，澳企秘書平台已服務超過400人次，平均每月完成137宗業務。唔少澳門企業代表為平台送上錦旗同感謝狀，深受企業好評。平台唔單止係澳人澳企進入合作區嘅首站服務港，更係琴澳規則銜接嘅創新試驗田。未來平台將繼續拓展服務事項，降低投資者落戶成本，切實將中央賦予合作區嘅政策紅利轉化為企業可感知嘅發展實效。